弟兄姊妹，今日係2026年2月21號40日大齋期嘅第4日。今日我哋會默想基督的樣式，主題係清晨的禱告。馬可福音1章35節。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告。弟兄姊妹，我哋先安靜預備心靈。請你合上眼睛，聆聽播放住嘅音樂。請你向主發出讚美感恩嘅禱告。請你為自己禱告，祈求主引領你嘅心進入默想親近佢嘅歷程。我哋一齊禱告啊！主啊，我嘅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願我嘅生命時刻與你貼近。以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阿們。以下係經文默想，我哋透過馬可福音1章35至39節默想基督嘅樣式。我會誦讀2次經文，你可以合上眼睛或者望住熒幕上嘅經文聆聽。馬可福音1章35至39節。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告。西門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見了就對他說：眾人都找你。耶穌對他們說：我們可以往別處去，到鄰近的鄉村，我也好在那裡傳道，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於是在加利利全地進了會堂，傳道趕鬼。馬可福音1章35至39節。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告。西門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見了就對他說：眾人都找你。耶穌對他們說：我們可以往別處去，到鄰近的鄉村，我也好在那裡傳道，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於是在加利利全地進了會堂，傳道趕鬼。請弟兄姊妹繼續默想經文，留意經文裡面
有邊啲字句特別吸引同埋提醒你嘅呢？你可以向主禱告。請弟兄姊妹以默想嘅心繼續聆聽以下嘅內容。從剛才我哋所讀嘅經文裏面，我哋可以發現耶穌好早就起嚟禱告啦。咁樣並唔表示因為耶穌佢好得閒。喺馬可福音1章21到34節裏面，我哋知道前一日耶穌喺會堂裏面教導人，亦都同人趕鬼，亦去醫治咗西門嘅岳母。相信耶穌應該係服侍咗好長嘅時間。喺第二日嘅清晨，耶穌依然選擇用禱告開始一日嘅生活。特別嘅係，當嗰日天亮之後，當地嘅人嘅需要依然係咁多而耶穌卻選擇離開當地，往第二度去。耶穌佢重視禱告，佢重視同父神嘅交流。佢禱告完之後，佢知道佢要去邊度。今日基督徒常常都處喺好忙碌嘅狀態，但係喺優先次序嘅取捨上面，我哋千祈唔好忘記，禱告永遠係處於最優先嘅地位。相信我哋都知道，祈禱對於建立我哋同主嘅關係係重要嘅。我哋亦都知道，禱告係父神對我哋嘅心意。弟兄姊妹你鍾唔鍾意祈禱㗎？又或者有啲乜嘢原因或者事情，讓你難以禱告嘅呢？鼓勵你每一日朝頭早起身之後，你可以第一句向主禱告，簡單到你同天父講：天父早晨今日我嘅生活邀請你同我一齊過就俾自己嘅心意識主一直係同自己同在。弟兄姊妹，邀請你繼續默想，向主禱告，分享，鼓勵你安靜等候，並且喺安靜裏面
或者生活裏面細察主嘅回應。弟兄姊妹，我哋一齊禱告啊！親愛嘅上主，求你憐憫我，喺忙碌嘅生活裏面，我容易忽略祈禱，求你幫助我效法耶穌嘅樣式，並且讓我喺禱告裏面經歷你嘅大能。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禱告，阿們。